历个111年12月11号，拄过无偌久，讲迄天未赴去转运的人，要有一个机会哦，就是这个礼拜日，12月初四，农历是111年12月11。台南有表示，伫东港的11:11，要来发放到白米168包，要互大家摕转去做米某，会当转好运。民众拢客伫咧新道台财线111公里里程牌头前，个囡仔由红布条欢喜翕相。伫咧新历111年11月11号11分11秒，要留下16个1做纪念。毋过失去机会无要紧，旧历过一摆机会。台南有庙嘛要伫咧新历12月初四，也就是旧历11月11，下昼10点11分11秒，准时来发168包白米，然后民众留下纪念，可以当食平安。我一定肯定到，我一定11点以前就来。农历袂歹，应该是袂歹，纪念吧。安南发的所在嘛真特别，就伫咧这300多年的一级百变家，传统信仰相信一代表包罗万象，若想要转运，不管求健康、感情、事业，拢会当伫咧即天祈求一切顺遂。互大家以米代金，互大家等于做米母、米母啊，较早是米母，兄弟若要分家。长辈会将一袋米，互恁做米母，就是做本钱的意思。1665时阵，咱地成功来遮祭天。新历111年11月11，但过无偌久，旧历时间随个要到。民众若是想要对时行，阁有一摆机会，假使阁无来，大概等1000年。